宝子们，一户级的安水库来了哈，就是一般都是啥包，都是买那小包的，不合适。你看咱们的一年到头得用多少回，对吧？哎，你买那这一包是42片，你看才几个钱，比用卫生纸都合适。一户级别呢，就是用着更安心、更放心，对吧？哎，还有老些就是说，家里边就是像那什么爸爸妈妈啦，用那个护垫的，它不方便，你不用那个合适的，咱说这都不用那个合适。这个一户级别呢，为啥要用一户级别的？一户级别的，特别是像我们那个啊，是吧？那个比较脆弱这个地方时候，你就可以用它，它用的更安心、更放心。现在是活动价格哈，22块钱，到手42片，非常非常合适，朋友们，买上那么一大包，你得用年码，对吧？特别是有父母就是床身在的，就是行动不方便的，你也可以给他穿一个，买大号的，朋友们别忘了买大号的，给父母用一定得买大号哈。